名號高端旅遊觀光專列係一座移動嘅星級酒店，整趟列車限量定製精裝嘅配置，主打私密寧靜嘅出行體驗。每房均配有24小時列車管家，隨傳隨到。三文房更獨享獨立嘅衛生間，沖涼都非常之方便。獨立寬敞嘅餐車，既係景觀長樂，亦都係品茶會友嘅社交客廳。旅途中融匯咗美食、非遺手作以及民族歌舞，可以親手體驗甲馬拓印、傣族剪紙、彝族打跳以及孔雀舞等等。雲南千年嘅文化融入到我哋每一段歡樂嘅旅遊時光。呢一趟環遊天西南全景嘅雲南9天深度之旅，串連咗騰衝熱海奇觀、和順古鎮僑鄉風韻、西雙版納嘅星光夜市璀璨、滘水古城千年文物各具風華，沉浸式嘅慢節奏讓旅途本身成為最美嘅風景。